喺80年，中共開始承認官僚主義嘅嚴重，指出制度上係有問題嘅。其實由於權力過分嘅集中，基層嘅幹部職責唔分明，遇到事要向上級請示，造成咗公民旅行，效率係低降。加上缺乏健全嘅幹部考核同埋退休制度，國家機構係臃腫，監督同埋選舉制度係唔完善，民主意識薄弱，使到官僚主義得以擴散，人民受到壓迫亦都無法申訴嘅，改革實在刻不容緩。中共喺82年開始體制改革，實行精簡機構、裁減冗員，希望能夠提高工作效率，清除嗰啲喺文革起家嘅幹部，削弱反對改革嘅勢力。鑑於當年毛澤東喺全國進行造神運動，使到中國深受禍害。喺12大嘅體制改革上面，中央領導人嘗試確立新嘅集體領導方式，希望中央委員會、中央顧問委員會同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能收互相監督制衡嘅效果。但係實際上中委會仍然係領導其他兩個會嘅，未能夠達到三會鼎立。為咗配合四化嘅建設，中共係要求幹部四化，即係革命化、年輕化、知識化、專業化，呼籲一啲年老嘅幹部退休，文化水平低嘅幹部要參加培訓班。喺文革無法無天嘅情況之下，身為國家主席嘅劉少奇竟然被非法逮捕，最後係被迫害致死。為咗避免呢啲事件再次發生，喺82憲法規定，任何政黨必須喺憲法範圍內活動。此外，一批法律條文亦都公布啦。各地加緊宣傳法制嘅概念，希望能夠做到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。喺農業方面，恢復咗自留地、自由市場，容許家庭副業採用承包制。將土地係分俾農民，農民只係繳交一啲規定數量嘅農產品，剩低嘅可以自行支配㗎啦。推行責任制度，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，產量增加，收入係上升嘅，有出現所謂千元戶、萬元戶，所以民間就有一句一包就靈嘅講法。商業方面，有啲商店亦都採用承包制，將整間商店包俾員工，以提高積極性同埋服務質素嘅，增加國家嘅收入，減少虧蝕商店嘅數目。除此之外，又容許個體經營。呢個做法係有助於解決待業青年嘅問題，亦都便利咗人民嘅。喺工業方面，實行權力下放，擴大企業自主權。中共喺若干試點試行咗浮動工資制，打破咗以往嘅大鍋飯制度。合同制嘅試行亦都打破咗鐵飯碗嘅制度，改變咗部分員工嘅懶散態度。回顧呢30幾年嘅歷史，中國無疑係走咗唔少嘅彎路，虛耗咗唔少嘅人力、物力同埋時間。目前嘅改革固然帶嚟一啲可喜嘅進步，但係呢啲改革仍然受到一些既得利益者同埋保守嘅官僚所抗拒。加上管理工作唔完善、技術水平不足同埋嚴重嘅貪污問題，將會影響改革嘅推行，阻礙四化嘅建設。中國實在唔能夠再跌一跤㗎喇，因為呢一跌嘅代價實在係太大啦。
悼念前黨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而觸發嘅學潮，一直到追悼會嗰日，可以話係第一個階段。喺呢個階段裏面，悼念活動好快就發展到向黨同政府提出各種政治要求。召開3大聯合特別大會，專門審查鄧小平、趙紫陽兒子和他們家屬的貪污行為。佢哋提出咗7點要求，包括除咗要公正評價胡耀邦之外，仲要求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同反階級自由化。